3嘅比賽咧開始咗啦。賺錢一定係犀利嘅。咧咁啊點解咧？因為咧佢哋已經爬緊嚟呢個終點線啦。呢場賽事咧男女混合 C 組啊，第一線度咧有呢個香港龍日本龍啊，第二線度咧中銀香港龍舟隊，第三線度咧荃灣工商聯青英龍啊，第四線度咧豐盛龍舟會，第五線度咧 RHKYC West， 第六線度咧黎星漁灣立泰龍啦。呢場賽事咧真係叮當龍頭啊！大家咧都不將怕，見到呢個龍頭咧都可以有呢個預計嘅嘛。咁啊，賽事差唔多要到啦，稍微觀察到咧，見唔到呢個咧，就呢個龍舟隊個比較先少少嘅。咁佢最後咧就係呢個日本龍啊，然後咧就係中銀香港龍舟隊。賽事又過咗一半啦，話咁快。第三節度咧就咗龍頭出嚟啊，跟住係荃灣工商聯精英龍啊。咁見到佢咧都保住龍頭入咗向前，咁啊已經接觸住，似乎就開始拋離埋其他爭嘅隊伍啦。因為荃灣工商聯精英龍啊，似乎咧都十拿九穩啊，首名衝線啦。緊隨其後咧就係5、6線做邊爭，咁啊 RHKYC 同埋呢個立泰龍啊，咁啊爭緊啦。咁啊而家見到咧。似乎咧 RHKYC 咧就次名衝線，然後咧就係呢個豐盛龍舟會嘅，咁啊呢場賽事咧。